50歲美魔女李麗珍同潘元良爆出第4次分手，真係好可惜啊！其實睇翻真妹嘅情史，唔止唔順，仲幾坎坷添。真妹17歲入行，戀情段段焦點。初戀就俾咗迪波拉細佬帕德烈。20歲嗰年，有次真妹拍《戀愛季節》嗰陣，做咗第3者，仲令對方離婚添。個男人咪就係套戲嘅導演潘元良咯。2年之後拍僵屍電影就撻着錢嘉樂。雖然戀情只得2年貨仔，但真妹曾經講過，嘉樂係佢一生最愛，就連發夢都夢見佢添。不過夢始終有日會醒嘅。真妹30歲同音樂人許願結婚。當時佢哋被指係美女與野獸嘅結合，可惜公主嘅童話只係維持咗4年咋。38歲嘅真妹被指介入已婚髮型師 Jackie Mark 嘅婚姻，仲俾馬太大爆試過同真妹 Jackie 開迷幻 party， 仲大被同面添。不過呢啲都可能唔夠戀潘元良咁令41歲嘅真妹回味。皆因佢哋3合3離之後，07年又愛火重燃，不過尋日又爆婚訊啊！侏羅紀世界班底重金特技打造，6月9日魔獸爭霸戰紅崛起。